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2月2号这一期我们继續聊一聊經濟，聊一聊當下的困境摩根士丹利在他最新的一篇研報裡面給出了一個鮮明的一個結論叫中國經濟正在面臨巨變。也就是說我們通過摩根士丹利的這個視角看一下當下中國經濟遇到什麼問題，中國經濟的轉型。這個摩根士丹利作為全球知名的金融機構其發布的關於中國經濟研報一直備受各界關注。就在2025年7月23日發布的題為《中國反內卷通縮解藥》的研報中，摩根士丹利對當前中國經濟現狀做出了一系列犀利且引人深思的判斷。該份報告指出說中國經濟當下陷入了通縮加內卷雙重困境。那麼這一觀點猶如一顆投入平靜湖面的石子，激起千層浪。從這個數據層面來看研報中呈現了一組令人矚目的數據，有力地支撐了摩根士丹利的觀點。中國 GDP 的平減指數什麼叫平減指數呢？實際上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整體經濟價格水平變化的重要的宏觀經濟指標。它主要是反映在一定時期內國內生產總值就是 GDP 中所有最終產品和服務的價格相對於基期價格的平均變動幅度，如消費者價格指數就是 CPI， 生產者價格指數 PPI 等聚焦特定領域的物價指數不同， GDP 平減指數覆蓋經濟中全部生產領域和消費領域。因此這個 GDP 平減指數被視為衡量整體通脹或通縮水平更全面的一個指標。那麼中國的 GDP 平減指數連續9個季度為負的，也就是這就非常明顯的意味着整體經濟價格水平持續下滑，市場上商品和服務的價格不斷走低，工業品出廠價更是慘不忍睹，已經連續33個月下降，也就是接近3年了一直在下降。企業在這樣的價格環境下面臨着巨大的經營壓力，越賣越虧，利潤空間被極度擠壓。昨天咱們在這個汽車行業那個節目裡面已經說了，對吧？這最近2025年這個各大上市車企的這個財報公布嘛，整個汽車行業利潤率12月份的只有 1.8%， 好像這個說法就比那個3年期這個存款利率還要低。也就是這個汽車行業，對吧？這個利潤率這不就是一個寫照嗎？這個還是我們政策大力扶持的一個行業，那其他行業就不用說了，对吧？在產能方面，摩根士丹利認為中國當前的通縮並非偶然，而是長期過度投資的結果。這個在汽車行業反映的非常明顯。2024年很多暴雷的車企已經退出市場了，結果2025年整了一年之後，2026年這些暴雷車企又要重圖，對吧？重出江湖，又要殺回來。你說說為什麼？嫌這個汽車行業不夠卷是嗎？自2021年Q2 季度房價見頂以來，中國非房地產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了 26%， 製造業加基建投資佔全社會投資比例高達 69%， 中國在全球總投資中的佔比達到驚人的 26%。 這種大規模的投資在短期內雖然對 GDP 起到了支撐作用，但也帶來了嚴重的後遺症，產能嚴重過剩。以新能源行業為例，電動車電池在2025年中國產能是全球總需求的 1.3 倍，也就是中國生產的這個電動車的電池夠全世界用，還富裕 30%。 太陽能組件中中國供應量已經是全球需求的2倍以上，企業為了爭奪有限的市場份額，陷入了無休止的價格戰，利潤越來越薄，投資回報越來越差，整個行業陷入越幹越窮的死循環。他這文章說一個是物價與企業盈利困局。他說中國經濟目前面臨的通縮壓力在物價數據上表現得十分明顯。除了前面提到的 GDP 平減指數和 PPI 數據， CPI 同樣反映出一定問題。 CPI 的增長乏力，顯示出居民消費端動力不足。在這樣物價環境下，
企業的經營狀況不容樂觀。以製造業企業為例，原材料價格雖然因通縮有所下降，但產品價格下降幅度更大。一家生產家電的企業，其生產的冰箱、彩電等產品價格在過去幾年持續走低，而原材料如鋼材、塑料等價格的下降幅度不足以彌補產品價格下降帶來的損失。企業不僅要承受銷售價格降低壓力，還要應對庫存積壓問題。為了減少庫存，企業不得不進一步降低價格促銷，這又進一步壓縮了利潤空間。許多中小企業在這樣的困境下，面臨着資金鏈斷裂的風險，不得不削減生產規模，甚至倒閉。所以現在所有的商品都在竞相壓價，你不壓價賣不掉。你可以涨價，就像茅台一樣，你可以涨，你涨了消費者認可嗎？你只有降價才有可能買，越漲越賣不掉。第二個說消費與投資的惡性循環，說通縮對消費和投資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形成了惡性循環，物價不漲甚至下跌，使得消費者產生了持幣待購的心理，他們預期未來商品價格會更低，因此延遲消費。这種消費行為的改變導致市場需求進一步萎縮。例如，在汽車消費市場，消費者普遍持觀望態度，汽車銷量增長緩慢。今天我看了一下這個各大車企已經公布了1月份的銷售數據，那簡直慘不忍睹啊！當然了，你的解釋也是跟春節或者跟什麼補貼退坡等等有關係。總之我看了一下，比亞迪好像是1月份同比暴降30%多銷量，比亞迪是排第一的都下降了30%多。那你看其他的车企慘不忍睹，再加上那麼薄的利潤，利潤率只有1%幾，那你說他還能賺什麼錢呢？接下來現金流的恐怕都是問題，就是大家說的暴雷。一旦他車賣不掉，那不就跟房地產一樣嗎？房子賣不掉，那房企都在暴雷。對于企業來說面對市場需求的不足，投資意願大幅下降，企業擔心投資新的生產線或擴大生產規模後，生產出來的產品無法銷售出去，從而造成更大的損失。所以企業紛紛削減投資，減少對設備更新、技術研發等方面的投入。這不僅影響了企業自身的發展，也對整個經濟創新和升級產生了阻礙。而投資的減少又進一步導致就業機會減少，居民收入下降，進而再次影響消費能力，形成一個難以打破的惡性循環。這個道理咱們都懂經常在節目裡介紹，對吧？這就是負反饋、負循環、惡性循環，叫螺旋式下降，恐怖螺旋，就這意思。這個研報他說中國長期以來形成的投資驅動經濟增長模式，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對經濟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隨着時間的推移，這種模式的弊端逐漸顯現。當房地產市場出現下滑時，為了維持 GDP 的增長目標，大量資金迅速流向製造業和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特別是新能源、新基建等熱門賽道。然而，這些投資往往並非完全基於真實的市場需求，而是為了填補房地產下滑留下的增長缺口。以光伏產業為例，在政策大力扶持下，大量企業湧入該行業，紛紛擴大產能，但市場需求的增長速度遠遠跟不上產能擴張的速度，導致市場上光伏產品嚴重過剩，企業為了生存，只能通過降低價格來爭奪市場份額，從而引發了激烈的價格戰。這種價格戰不僅使得企業利潤大幅下滑，還造成了資源的浪費，整個行業陷入了內卷的困境。價格戰與資源錯配的內卷困境，在產能過剩的背景下，企業為了在競爭中生存，不得不採取價格戰的策略。以智能手機市場為例，各大品牌為了爭奪市場份額，不斷推出低價機型，甚至出現了賠本銷售的情況。這種價格戰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讓消費者受益，但從長遠來看，對企業和整個行業的發展極為不利。企業為了降低成本，往往會削減在研發、質量控制等方面的投入，這導致產品質量參差不齊，創新能力不足。同時，價格戰也使得資源無法得到合理配置，大量的資金、人力等資源被浪費在低水平的競爭中，而那些真正具有創新能力和發展潛力的企業卻得不到足夠的資源支持。這種資源錯配進一步加劇了行業的內卷，使得整個經濟陷入一種低效的發展模式。好，他這裡面提到了資源錯配，我覺得他資源錯配實際上是政府干預的結果。
這個恐怕大家也知道，我們各个地方政府为了抓 GDP， 对吧？为了这個 GDP 增長5%，那他有什麼辦法呢？ GDP 增長，它才能解決就業啊。那地方政府背這個指標之後，你搞新能源，我也就搞新能源了。那沒有，不能說你搞新能源，現在新能源火的吧？汽車哪個巨頭一來，我這 GDP 就上去了。明明是新能源汽車現在最火，那我這兒我也得幹這個，我幹別的我不賺錢 ，GDP 上不去，是不是啊？那就導致什麼呢？導致各個地方都想方設法的拉這些新能源車企去建廠，自己扶持的這個新能源企業遇到困難了，資金鏈斷了，要破產，那地方政府想方設法的要把它扶起來，扶上馬送一程，就得幹。你想想這個恆大汽車，對吧？它恆大已經爆雷了，它在天津的工廠就靠天津地方政府濱海新區的，得想方設法的把它，對吧？要完善，要讓整車能下線，就是那個恆馳5啊。實際上這就是一個例子啊，這就是為什麼那麼多新能源汽車明明已經被淘汰了啊，它都已經爆雷了，它就應該是破產，但是地方政府不讓它破產，給它找資金，給他找戰略合作者投資，讓他接着生產，接着賣，那 GDP 不就去了嗎？上去了啊，增值稅來了，其他的稅也來了，就業也有了，帶動了其他的行業。所以這個錯配的根源是在這兒，對吧？不完全是市場。如果真的是市場配置，那這很多企業早就關門了，已經出清了啊。所以你要了解了這個之後，你就發現它這問題解決不了啊，它怎麼解決啊？它已經不單純是市場這個企業之間競爭，還有地方政府的因素。你比如說小米手機，對吧？它做得好，它的工廠在哪兒？在武漢或者在北京。那其他地方也想讓小米去，你到我這兒搞個工廠。那你小米不來，那就好，那我就華為來。華為不來，那就找這個朵唯，是吧？什麼 OPPO。當然了，這個摩根士丹利啊，也對經濟轉型啊做了一些建議，什麼幾個方向啊。首先是停止新增無效產能，這個說起來容易的吧？你怎麼讓地方政府停止呢？那你除非說我這個不用發展 GDP， 我也不用解決什麼就業。你看最近是吧？2025年各個省分省的排名 GDP 出來了，分城市的 GDP 排名又出來了，對吧？什麼萬億城市，對吧？ GDP 萬億的城市有多少個啊？好像現在20-30個，現在排名還在排呢，排的就是 GDP， 它排的不是消費啊，它排的不是說你賣多少，排的是它是排 GDP 就是生產多少。所以這個摩根士丹利他建議啊，他是首先是停止新增無效產能，這個叫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第二個是主動削減現有過剩產能，那更不可能了。你說新能源車企有100多家，都在哪兒？都在各個地方，人家車企還在生產，那雖然賣不掉，但是你說地方政府說，你別生產了，關門吧，或者你本來一個月生產1萬輛，說你只能生產5000，那人家車企的貸款你來還是嗎？那車企的這個融資你來解決是嗎？人家已經錢投下去了，你讓人退出是嗎？所以這個都做不到啊。他第三個是接受更低的 GDP 增長目標啊，這個可以，但是啊，作為政府來說，他作為有為政府，他不可能說我這 GDP 我能接受2%、1%，那人家美西方都也在追求 GDP 啊，對吧？你看俄羅斯天天說自己 GDP 啊，我在打仗，我的 GDP 還2%、3%。摩根士丹利說的第四個就是加大對農民工、農村居民的社保投入啊。我覺得這個倒是靠譜，這個說到最後就是分配嘛，就是我們的蛋糕你很難再做大，那你怎麼樣在這種蛋糕很難做大，就是在存量的這個市場裡面，怎麼樣追求一個公平，追求了公平之後啊，讓它重新煥發出活力，就這麼個意思，對吧？原來的那一套分配啊，它已經制約了這個發展了，你的錢往少數人那流通，導致那個上海30萬一平的房子日光，然後這韭菜呢買個100萬的房子，還在那左掂量右掂量的，完了七大姑八大姨的借錢，一輩子錢砸進去，這個稍微一跌，他就褲衩子都賠掉了。這個社會變成這樣，那肯定是不對的，對吧？還有一個就是居民消費和政府之間的、和大頭之間的分配，對吧？所以就是說這些分配要更公平、更合理，那樣重新激發整個社會的活力。但這個也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也就是說啊，摩根士丹利啊，他就是看到了我們經濟當中的困局，他也提出了解決辦法。但是他這4個辦法，在我看來是很難，對吧？這是制度性的問題啊。摩根士丹利的這個研報啊，指出咱們目前是通縮加內卷，這個就是坍塌呀。而且他給的4個辦法，咱們也看了，你也解決不了。那我們再看看啊，這個聯合早報啊，昨天刊登一篇文章，叫胡潤的報告啊，說中國高淨值人群經濟信心指數連降4年，什麼意思啊？高淨值人群啊，那就是算是中產唄，或者是有錢人，中產以上有錢人的信心指數連降4年，
這已經說明問題了，對吧？說信心是比黄金還珍貴嘛，对未来没有了信心，而且这有钱人中產以上的人沒有了信心，那經濟還怎麼搞呢？胡潤研究院發布的最新報告顯示，中國高淨值人群經濟信心指數連續4年下降，並跌至2012年以來最低。根據胡潤百富官網，胡潤研究院上星期五，也就是1月30號發布2026年胡潤至上優品中國高淨值人群品質生活報告。此次調研470位千萬資產中國高淨值人士，其中億元資產以上高淨值人士70人，受訪者平均家庭總資產6100萬元，比過去5年平均水平高出38%，平均可投資資產2300万元。報告稱說未來2年26%的受訪高淨值人群對中國經濟非常有信心，就是26%的1/4的人，59%的認為還算有信心。不過相關經濟信心指數連續4年下降，已降至5.4分，並創下2012年以來最低。什麼意思呢？你看也就是你看這頭部的人，就是平均資產是6100萬元，就這些人那就是中產以上，对吧？就是有錢人都沒有信心了，就是信心在下降嘛。那說明什麼？報告顯示經濟信心指數在2022年創下自2012年以來新高後逐漸下滑。報告提到，在對未來1年的規劃中，高淨值家庭年均物質消費預計將減少24.2萬元，也就是這些有錢人高淨值家庭也要勒緊褲腰帶了，他消費要降低24萬呢一年。至於未來1年的服務體驗消費，高淨值人群普遍打算增加支出，其中對健康與保健、娛樂與旅遊的平均支出分別上升4.8萬和4萬。報告顯示，受訪高淨值人群中66%的人不考慮國際身份規劃，較去年上升了10個百分點。報告也寫道，今年高淨值人群青睞的國際身份規劃目的地，美國居首，其次是歐盟國家，較去年上升8個百分點。這些人也不擔心美國的斬殺線明明美國有中產斬殺線，那这些人還跑過去讓人斬是嗎？美國還是這個叫移民的這個排在首位說第3是香港，熱情度同樣較去年上升8個百分點，熱情度明顯回落的是新加坡和加拿大，分別下降10個百分點和8個百分点。為什麼下降呢？恐怕是新加坡和加拿大它沒有這個斬殺線，不好玩，不刺激這個就是胡潤調查的咱們中國的富人的一個心態，也就是富人經濟信心指數創了2012年的這個新低，而且連降4年。這個從另外一個角度也反映出咱們當下經濟和未來的經濟是什麼個形式。最後我們再順帶看一個新聞这個新聞聊的是關於印度的代表也是聯合早報報道的他說的是發生在法國巴黎的一個入室盜竊，這個對吧？咱們聊這個新聞主要是說是美西方治安條件非常差，對吧？治安狀況堪憂，不僅有斬殺線，而且治安也很差。他是這麼報道的說劫匪巴黎入室行竊並襲擊印度人大代表，劫走數百萬歐元財物。法國檢察官上星期五，就是1月30號稱說竊賊趁一位印度人大代表在巴黎住所熟睡時行竊，盜走價值數百萬歐元的珠寶和奢侈品。據法新社報道，巴黎檢察官辦公室稱，襲擊事件發生在上星期四，就1月29號晚至星期五凌晨，地點位於巴黎高檔的第16區。警方在現場沒有發現強行闖入的跡象。檢察官補充說這位印度人大代表在睡夢中遭到襲擊，並稱多件珠寶和奢侈品被盜。警方消息人士稱，人大代表聽到響聲後醒來，遭竊賊擊中頭部，竊賊隨後逃離現場。這是個小毛賊偷東西恐怕翻箱倒櫃的這聲音有點大，把人家這代表的睡着了，把人吵醒了。消息人士稱嫌疑人携手表、胸針等貴重物品逃離現場，損失估計介於600萬至700萬歐元。也就是手表和胸針就東西不多手表、胸針，然後就600萬歐這還得腦補一下這是什麼表完了什麼胸針這個印度的人大代表這麼有錢嗎？消息人士還補充說据人大代表的說法，案件涉及2名竊賊。報道
沒有說明這位印度人大代表的具體身份啊。这個我認為是這個法新社啊，這美西方媒體它主要是抹黑這個印度，結果呢搬起石頭砸自己腳，對吧？他本來是想抹黑印度啊，結果反過來的吧，讓咱們看出美西方啊這個治安狀況堪憂。在印度啊，入室盜竊都已經越來越少了，對吧？現在咱們很少看到吧，印度是入室盜竊啊，包括公交車站小偷、大街上小偷都少了，也不能說沒有啊，少了。為什麼呢？因為人家身上沒錢呢，不帶錢，对吧？也沒有什麼貴重物品，你偷那錢都在手機裡面，你把人手機偷了也解不了鎖，很麻煩的，所以小偷也失業，對吧？但是在美西方，你看小偷入室，這印度的人大代表為什麼這麼有錢？印度的人大代表為什麼在法國巴黎最高檔的社區第16區住着呢？印度的人大代表在法國遇到了法國特色的斬殺线，對吧？這個老 A 啊，應該多宣傳這個，不要污名化那些留學生，那些很多留學生啊，當然了，很多留學生本來也是印度人大代表的孩子，但是畢竟還有一些那都是家裡省吃儉用，對吧？勒緊褲腰帶，也是寒门子弟啊，送到美西方去留學，結果都被這個老 A 一把給污名化了，什麼三通一達，這個咱們說遠了啊，咱們是聊經濟，聊經濟呢，你看啊，無論是胡潤的報告說咱們中國的有錢人信心沒了，連年下降，對經濟的信心啊，你看這個法新社也報道，印度的人大代表跑到法國去，這個實際上都指向了一個是，對吧？分配出問題了，大量的錢財財富，對吧？就是這麼不明不白的被有人啊捐走了，變成了他們的手錶和胸針，600萬歐啊！這麼一比的話，加藤老師那個房子確實是個小房子，不值一提啊。那你說這樣的話，經濟能好得了嗎？好不了。這個中泰證券的這個經濟學家李迅雷啊，他也寫了一篇文章，叫 PPI 失去15年之謎。在這篇文章裡面啊，他總結分析了過去15年 PPI 總體未能上漲的根本原因。什麼原因呢？一句話總結就是供大於求，制約了上游漲價向下游傳導，也就是你看啊，跟这個摩根士丹利說的差不多。由此促進價格水平溫和回升的關鍵在於調整供需關係，特別是擴大有效需求。他不是說從生產端制造端這一端呢下功夫，對吧？就是說去產能，不是的，你可以刺激這個需求端呢，讓需求發展起来，也能解決这個產能過剩。這個文章說啊，中國的獨特之處在於一直以投資主導來拉動內需，以出口主導依賴於外需，長此以往就形成了全球最大最強的產業鏈和供應鏈，但也導致了消費這一最終需求的短板。說高盛觀察到，中國人口佔全球17%多一點，但中國製造業的增加值已經佔全球1/3，且這一佔比每年還在上升。雖然中國製造業增加成本增加值佔本國 GDP 的比重是下降的，從20年前32%降至如今的25%左右，這就容易導致誤判。要穩住製造業增加值佔 GDP 的比重，意味着中國佔全球製造業的比重會繼續攀升，結果我國產能過剩的問題就越來越嚴重。不難發現，隨着 PPI 持續下行，民間製造業投資增速已經下降。畢竟盈利是企業維持運轉的基本要求，而且2025年已出現了歷史罕見的固定資產投資負增長，因此有必要適度降低 GDP 的增長目標，於2026年目標降低為 4.5%。這個李迅雷啊，最後是建議把擴內需、投資於消費重心放在增加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加和促消費方面，穩住製造業不需要刻意而為之，因為製造業企業如果有利可圖，自然會擴大投資。如可以利用 AI 技術開始先進製造業的投資，而傳統產業產能過剩問題實際上已經持續存在了15年。此外，穩樓市也是促消費、緩解產能過剩問題的有效手段。當前階段要全面穩住房價有難度，但能夠起到平緩房價下行斜率的效果，也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這就是擠牙膏式救市的原因啊，也就是讓它緩慢的下降，而不是吧唧摔下來。促消費最直接的手段是增加居民收入，一直在說要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而居民收入的構成無非是工資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作為政府部門能夠為居民增加收入的主要
就是轉移性收入，這就需要優化地方財政支出結構，如減少對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比例，減少部分直接轉移給居民部門，從而提高財政用於民生部分的比例。也就是這個李順雷的結果是你如其這個轉移支付給地方政府，不如把這個錢乾脆直接轉移給老百姓，對吧？用於民生，比如提高社會保障，比如对吧？提高這個農民的退休金等等吧。確實現在越來越多的這個學者、這個機構都指出了問題所在，就是你要打破這個惡性循環，你就得從消費者下手。你從消費者下手，你就得讓老百姓有錢，讓老百姓敢消費。讓老百姓敢消費，你就一個是提高他收入，第二个做好保障。但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因為有越來越多的人大代表，對吧？要到國外，他們的胸針、他們的手錶，那都要誰來支付呢？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